好，下一個問題有位細寶問，木子老師，最近我好煩啊，我嘅前度返嚟搵我又開心但又好擔心，我想問下究竟佢係真心定係玩玩下呢？我哋先睇下代表細寶嘅宮位，身喺坤宮，宮位都講明咗細寶擔心嘅問題所在，格局裏面新加新，即係問題再加問題，真係好驚自己又攞嚟衰噃。新加丁，相信又好驚糾纏三角關係，更加唔想再重蹈覆轍啦。咁睇下男朋友係咪真心定係玩玩下呢？天蓬星係相，男朋友都係個膽大聰明嘅人。天蓬星有時都會亂嚟㗎，幽門又都係指家庭，或者係指個人比較懶散。六合，男朋友真係會主動想同細寶返埋一齊喎，再加上更加更臨死地，男朋友都會主動採取行動嘅，同細寶講嘅嘢都幾吻合個盤，亦都會做得幾實喎。月喺對宮，代表細寶同個庚嘅關係。金生水，細寶你仲係對男友有意思喎，驚門可能都係驚又錯多一次，又令到你自己失望咁樣啦。俾多個信息細寶你，結果喺信宮，信宮有貴同埋道門都會有啲阻滯，都唔容易。再加上呢個盤係五不遇時，做乜嘢決定都係未係時候啊。細寶，奇門叫你先停一停，維持現狀先。再加上全盤又伏人唔急得，俾啲時間睇定啲再決定啦，唔好咁趕。又或者再過多2-3個月再嚟問下我，希望解答到你心中嘅疑慮啦。事不宜遲，下一條問